迄个作家，作家迄个名，迄个作家是小字所以是因小妹嘿，你个同学？我的同学。你印象中？在我学生时代，伫东京时知影讲迄个金惠进吼，人咧甲我讲写恁妈妈的代志哦，安尼啦。我讲拄遐拄一张新闻，写秦惠进，我讲滚笑讲是秦惠进对，伊讲是啊。迄个啥物人咧甲我问，我即马莫讲。我就想讲，妈，还未读的前，就人咧讲咧风声讲哦，这个陈夫人就是写我妈妈做模特啦吼。我有读啦，根本就是迄是小说啦。和我的家庭拢无共款啦。内容拢无共款，敢若做一模特安尼尔。阮许多人是正式安尼结婚吼，伫日本后，伫迄个教会结婚式，搁伫迄个德国搁好伫落都要请，拢真阮阿公真欢喜啦。阮的迄个拍拍的老爸吼，台湾的阿公真欢喜。就转来，就甲去一间迄老仔厝吼，两层楼的迄红砖仔厝，迄阵。台南市来到无半点，就反映讲哦，讲爸爸结婚吼，大囝结婚，搁娶一个日本人，搁有知识的，迄个一个日本女性安尼生啦，真欢喜。